屏东县府每一年拢会举办集团婚礼，礼品是真澎湃。不过传出有人为着这礼品是逐年拢来参加，即嘛县府该报名的规定，那参加上万爱伫个集团结婚的迄一天完成登记，避免有人重复参加。伫红地毯头前欢喜来翕相，屏东县政府伫每年10月中拢会举办集团婚礼，除了免费提供新人造型服务，也有1万块的礼券，另外有机票，也有家庭用品加抽奖活动。无想到这款的美意却是变调，我发现有熟识面长重复报名集团的婚礼。县府因此推出新的规定，新人伫当年6月初了登记结婚，应参加当年集团婚礼。不过若是还未登记的人，集团婚礼迄天必须都要登记。我们会商请屏东的户政事务所到现场来帮我们新人完成结婚登记就是以完成结婚登记为原则。有县府官员讲，近几年伫活动期间发现旧面长就惊祝贺美意予有心人乱用，除了要求参加的人上班伫当天一定爱登记，也会加强跨县市的联络，避免有重复进行。也来今年到即阵为止，总共收到30对新人报名，5对候补。申办人员详细审查过基本资料，均无发现甲往年重复。不过对县府提出大礼鼓励新人结婚，未少少年族群是讲袂因为礼品而参加。不会想要参加公众的这种活动哦，这是你个人，就是绝对不需要这样子，也不会因为奖品呢去参加，就对。对。那算是自己的事啊，对，所以我觉得公开好像就还好，这样子，身边知道就好了。另外，屏东县境内来埔乡公所今年来开始家己办集团的婚礼，新人其中有一个人，互接伫来埔乡就发礼金3万块，另外用的是报实销2万块内底计算。屏东县政府讲，这是公所为着鼓励新人留伫在地，也通知公所进行审查，不应甲屏东县的集团婚礼重复参加。记者综合报道。